乡亲继续来看这恐怖情人，爱人未着，竟然是爱人去死。受害者是南投一个做志愿夜士兵的查囡仔，顶个月甲交往9年的男朋友来分手，对方真唔愿，看起来是有满腹的怨恨。趁这个查囡仔坐爸爸的车返去部队，落车咧赶行李的时阵，开车为后壁甲弄倒，摔落来肉躯阁驶进前甲搞过。可怜的查囡仔，恐惊半身来瘫痪。啊，这个粗残的男朋友1点钟后，嘛互警方逮捕。有一个小姐倒落车要赶行李，有一台车雄雄为后壁甲弄落去。这个小姐倒伫涂骹甲弄到车嘛驶倒摕，毋是要驶走，直接阁甲搞过。地点伫兵营的门口。被害人的阿姐事后伫网络写讲，因小妹是志愿的士兵，当时一老爸车要返去部队，驶车甲弄的是甲因小妹交往9年，伫4月份分手的前男朋友，对方不满因小妹提出分手，当因老爸面甲弄。要撞右脸，而且我爸目前的过程，我爸也轻伤哎，从出车今天岁不小，我妹才20几岁而已，就是这个年就遇到这种。案发后，警方随调监视器有抓到人。1个小时在南投市。将嫌犯拘捕到案，那本分局立即以杀人未遂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。虽然这个前男朋友已经被人抓到啊，不过被害人的阿姐讲，因小妹经过开刀，依然有半身不遂的风险，因为厝内嘛不是真好过，面对未来这大条医疗费用，真了婚唔知要安怎较好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